Hello，我係你哋嘅故事老師 Miss Hillary。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嘅故事 channel 嘅話，可以去睇返呢條片。各位家長、小朋友，聽故事之前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啊！今日講嘅故事係斑斑做早餐，作者米葛爾，譯者劉家露。小朋友，你哋返學之前會食咩早餐啊？我哋返學要食早餐先有力氣㗎。Miss Hillary 都有食早餐嘅習慣。如果你都有食過 Miss Hillary 食過嘅早餐，可以拍一下手。三文治、番茄牛肉通粉、牛奶麥片、腸仔煎蛋配多士、白粥。哇！小朋友，你哋都食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早餐噃。今日 Miss Hillary 要講嘅故事係關於斑斑整早餐俾爸爸媽媽食嘅。你哋估下斑斑會整咩早餐呢？爸爸媽媽瞓醒啦，斑斑可以爬上爸爸媽媽張床度揾佢哋啦。斑斑打開爸爸媽媽嘅房門，問佢哋：爸爸媽媽，你哋瞓醒未啊？爸爸媽媽就話：我哋仲瞓緊覺喎。斑斑閂埋爸爸媽媽嘅房門就諗：點樣可以令到爸爸媽媽開心咁樣起身呢？小朋友，你哋又諗到咩方法呢？斑斑諗到要沖咖啡俾爸爸媽媽飲，要沖好多好多嘅咖啡。斑斑將煮好嘅咖啡倒落去大杯入面，隔離仲擺咗啲糖，再擺咗一盤麥片，再放一碟細細嘅果醬。哇！一餐豐盛嘅早餐做好啦！由於份早餐實在太大份啦，所以斑斑一定要好小心咁拎俾爸爸媽媽。哎呀，倒瀉晒啦，要重新再做啊！但係咖啡得返少少咋，點算好啊？等我將整返嘅咖啡倒落細細嘅杯度先。咦，連最細嘅杯都倒唔滿喎！唔得唔得，要叫醒爸爸媽媽，要有2杯裝到好滿好滿嘅咖啡先得㗎。斑斑突然諗到用煮飯仔嘅杯裝咖啡，咁樣就可以每個杯都裝滿咖啡啦。依家斑斑裝滿晒壺入面嘅咖啡，好好味嘅早餐做好啦。因為啲杯好細，所以斑斑拎起上嚟都容易咗好多。斑斑入到爸爸媽媽間房，將好香好香嘅咖啡俾爸爸媽媽飲。媽媽就話：啲咖啡好香啊，飲完一定會好精神㗎。不過爸爸媽媽嘅手太大啦，佢哋拎唔到太細嘅杯啊。斑斑就話：爸爸媽媽，等我坐喺中間幫你哋啦。一杯俾媽媽，一杯俾爸爸。爸爸媽媽飲完咖啡就話：斑斑，多謝你啊，早
餐真係好唔錯啊！最後，因為斑斑嘅早餐份量實在太少啦，爸爸媽媽都未夠精神起身，於是爸爸媽媽同埋斑斑又一齊繼續瞓啦。小朋友，呢個故事講完啦。如果你哋鍾意呢個故事，可以留言話俾 Miss Hillary 知。多謝爸爸媽媽同埋小朋友嘅支持。如果之後都想同 Miss Hillary 一齊去冒險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